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看高雄寿山动物园有40多年的历史了。为着要来请更较侪游客来，这个市政府打算要来投入到5亿的预算，把这个动物园升级做2.0版的。市政府讲，这个全新的动物园，请大家期待。古做狐狸麻，也有真喜感的乐桃羊。高雄寿山动物园有真个大细汉囡仔美好的回忆。为了请更较侪游客来，园区打造一个断开热点有飞天的小绵羊，和游客翕相做纪念。是不会只单纯就只是看动物，然后旁边这些艺术也是蛮可爱的。画得很好啊，然后真的是连小朋友一进来就被它吸引。市政府打算开5亿，未来要提供园区的动物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，增加亲子互动的元素。也结合了包括我们现在的不管是 AR、VR 的一些教育的这个功能，能够运用新的科技让寿山动物园不仅在实体的整个环境的改造，能够全面的升级。另外，还有这条叫小巴的狮，因为得着油脂病，食袂大块，伊的健康状况大家拢真关心。我们就会比较多加注意它的一些饮食、进食的状况，然后喝水的量。精神状况的话，跟之前比起来，确实也差了很多。寿山动物园阁升级，除了翕相的装置艺术抢先公开以外，市民嘛会使好期待全新的园区。